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了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林哥，我真是有心啊。哎呦，你免烦恼啦，明华以后去外头处理靠抢的代志，无伫个啦。你什么时阵发现啊？我本来嘛无发现，是今仔日阿嬷带我去看中医，医生替我执脉，讲我胎上安稳。我本来想讲伊咧有白讲，后来想想的，我迄真是有几工无来，所以我就走去买验孕棒验看卖。结果真是有啊！要毋过，你毋是拢有在食避孕药？之前药啊拢食完啊，我袂记去买，所以这几工拢无食。安尼嘛好啊，咱就毋免甲大家讲白贼啦。安怎？无啦，我想讲，这囡仔来了有淡薄意外。是有淡薄意外，要毋过我感觉这是天公伯啊，想要互咱会惊喜啊。林哥，你甘林哥，你搁伫个哦？林秋临时甲咱调一批布料，你紧来仓库对一下。好，我随过去。有啊，我先去无用，你家己先回去吼。啊。食水果。哇，遮尔幸会！你离开兴华以后有啥物拍算？进前的公司军饷有靠我，爱我回去。遮尔紧哦？要毋过，我想要先休半年啊，进前实在伤忝啊。嘛好。闹咧，你甲叶冠华当时要办离婚，伊就讲伊无用啊。要毋过我今仔日早去有甲伊讲，用明仔载去甲手续办办的。这个叶冠华离婚嘛，遮尔无阿萨哩。要毋过你敢确定伊会乖乖啊，甲你去办离婚登记？我想应该会啦。阮约好明仔载早起9点伫个户政事务所见面。我是敲电话提醒。安怎？无接哦？应该是咧加班，无方便接电话，我传信息。毋免啦。明仔载我甲你直接去找伊，伊若是敢毋去，我就拖伊去。我会感觉家己遐装小的，免烦恼。
阿妈，我回来啊。哎呦，你转来啊！安尼拄好啦。你甲这吼泡柚我食啦吼，我甲你讲哦，这足补的哦，对即个母体啊，还有囡仔哦，拢足好的。你爱甲看咧，伊啉完才会去摕落来，知无？哈？哦，哎，嗯，啊，你即摆搁徛咧遮创啥的啦？哦，哎，等者等者，啊，你呢即摆才转来啊？哈？啊，就公司足无闲的代志足济啊。哎呀，你当做有心机是查某人的代志啦呢啊？哈？伊巴倒来囡仔，你嘛有份呢哈？袂用逐工加班，遐尼晚才转来，你会较早转来咧。因为即摆有心需要人照顾，知无？怎样？啊，搁有，你爱好好对待伊，对伊讲话较温柔咧，轻声细碎，莫甲刺激着，知无？怎样？啊，知影就紧去你啊，搁徛喺遮。好，我先去你啊。啊，这两个啦，拢无做过老爸老母，逐项代志拢毋捌，拢爱靠我这个老的。哎呀，你倒来啊？阿妈替你订的煲汤，你趁小啉。好，多谢。之前过有生的时阵，搁会偷偷倒掉，即马才是有生啊，搁较苦，莫家己啉落去。林哥，你明仔载到暝个请假，我甲妇产科约好啊，咱做伙去确认一下。有时阵验孕棒嘛毋是真准。有啊，咱敢会当卖伫这个囡仔？为什么？我才拄开始上班，经济无啥稳定，我想咱啊，我会用上班啊，咱之前毋是甲厝卖掉啊，剩的钱摕来饲这个囡仔，毋是问题啦。也毋过这个囡仔来了受意外，咱两个拢还未准备好，未来一定哎呦人生本来就会有真侪意外，咱会结婚嘛是意外，也毋过咱最后也是相爱啊。既然相爱，有囡仔嘛是真自然的代志啊。虽然咱之前无受着这，也毋过拢是事实啊。安尼咱就做伙拍拼面对，做伙做好爸爸、好妈妈。假使讲，我就是无想要做爸爸咧。无想要做爸爸，安尼你即马意思是爱我甲囡仔摕掉，也是要甲我离婚？毋是这个意思啦，我工课还未做完，我先转去公司，你较早困免等我。林哥，江林哥。所以，就像我拄则讲的，你生意无用。哎，江林哥，江林哥，哇，组长，你昨无回去，在遮困哦？对啊，昨无闲到上暗，然后忝啊，就是讲坐碰伊休一下，无说你困去啊。遮尔拼创啥？恁某吼会想你啦。我甲你讲，这学期我爱拍拼读书，你莫伫遐找我耍哦。无到时阵我考不着大学。拢你在找我耍，搁伫遐什么假？伊你啥袂赴啊啦？到遐高早，老早，
你爱食的煎卵，加食一寡补头壳，看敢会考了较好。我食饱，先去上班啊。烦死！阿妈，阿妈，你会当出来啊？哈，走啊！嘿啦，还去上班啦？哦，阿嬷，你足干巧的，搁叫阿兰做你的干涉。哎呀，无法度啊！我看着恁大兄，唔知影要讲啥呀。哎，那毋是我要上课，嘛免遐早面对伊。唉，一家口啊是安怎哈？食一个饭，大家敢若米烧菜咧。唉，阿嬷高早，日子搞早，啊，你来家己落来，啊，林杰咧？伊去工厂啊。啊，我昨昏才开讲吼，莫逐工加班加喊换才转来，结果伊叫伊透早就甲我出门，真害呢。优啊，啊你是困无饱是？哪敢若足无精神？哦，昨昏房间有蚊，困袂去啦。哦，啊，你食紧转去困，有些人困眠吼足重要诶。不要紧啦，我早顿食要去做产检。哦哦哦哦，假。是讲啊，林家也无伫咧，啊无阿嬷陪你去啦，哈？哎吼，阿嬷毋免啦，我才较有人家叫伊陪我去。哦哦，明明就是惊有心壁空，才惊人地。安尼嘛好啦，啊无来，你食两口有营养啦哈，紧食。哦。哇，这双鞋仔嘛伤贵啊，抢钱哦，我差个遮尔悬。这是哄的啦。江凯婷，你看，啊，创啥？我无爱去啊，我今日要请假。是安怎？许来，江凯婷，徛第一天你就请假，你嘛伤寒啊啦！妈，我爱炒饭。五早叶冠华，来创啥？今仔日是离婚的好日子，专工来接你去办登记啊。谁叫你一直无爱接电话？是毋是想要调工拖时间？我哪有唔接啊？我真正足无叶用的。冠华，你目睭想要爬较紧的，今仔日我伫的，你一定要签名甲文玲离婚。安怎？这摆来硬是毋？好啊，我甲你讲，免想，我唔离啊，走。安尼就快见啊！快见就快见啊，谁惊谁啊？莫着急，我敲一个电话。陈文琪，你在创啥？敲电话有刘莲啊，叫伊家是讲你的代志，安尼拄好，你今日就免去兴华上班啊。袂用的，甲高档的计划还未成功进前，绝对袂用离开兴华。阁想要继续拖落去是无？安尼我即马就敲。好，我甲恁去，我即马就甲恁去。给我休假，请你吧。好。搁
对假是要演互谁看？张我，你哪伫遮？来甲你拆破啊！看你要骗大家骗到当时。杜小姐，这是你的妈妈婆啊，还佫有超音波的相片。婆啊有写有生的时阵爱注意的代志。你若有啥物唔捌的所在，会当随时打电话互阮。好，多谢。你真是有心啊！请问你今日要点什么？一杯小的拿铁。一杯咖啡，多谢。有心袂当牛咖啡，你知影无？你安尼要安怎做妈妈？互伊搁食。好，无问题。既然是真是有心，江宁家咧，你搁骗阿嬷讲伊会陪你去，恁是毋是冤家啊？讲啊！伊讲伊无想要做爸爸，哈？伊讲伊无想要伫这个囡仔，也毋过我决定啊，就使爱离婚，就使家己一个人，甲囡仔抢往大汉，我嘛会甲伊生落来。什么叫做离婚？搁要生囡仔？恁哪会当遮尔自私决定一个囡仔爱有一个无完整的家咧？恁大人做决定，敢袂当莫安尼？大家拢无替囡仔想，生囡仔毋是你一个人的代志。要生，就要互伊一个完整的家，若无就莫生。这个世界上无应该加一个可怜的囡仔。来，你的果汁。多谢。我啉袂了，我要上课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容颜下。多谢万岁！文玲，你无代志好？我真好啊。是安怎安尼看我？我真是真好啦！哎哟，上艰苦的时阵拢过去啊，我即马感觉足轻松、足快乐的。阿姊，即届真是爱好好多谢你。若毋是你出马，我一定无法度顺利离婚。我替你成功摆脱迄个毋正人，你真正应该好好多谢我。交还，多谢你甲阿飘这段时间一直甲我鼓励。若毋是恁，我应该无勇气离开这段婚姻，可能真正会一世人安尼忍耐过日子。你家己嘛真勇敢，祝福你。多谢。你离婚的代志真是无拍算，我真知影。我一想到这件代志，就感觉实在是伤病迄个叶冠华。过一阵仔才阁讲啦，阿嬷已经因为你甲大兄的代志昏倒啊。假使因阁知影我离婚，阿嬷会阁昏倒一届。时间差不多啊，我要去食鱼酸，我先来去哦。我送你出去。拜拜，多谢。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多谢。拜拜。弟弟，你甲刘友莲所来有啥物拍算？各会当有啥物拍算？只会当是安尼啊。
我真是感觉足烦的，实在唔知要怎做才好。这款代志敢若无适合甲前男朋友讲。佮管什么前男朋友，较说是好朋友，嘛袂当讲心。其实大家有啥物反应，我甲张伟莲之前拢想过啊，只是想袂到。想袂到现实比想的搁较严重。自从顶届阿妈昏倒了后，连张伟莲甲厝内关系嘛愈来愈歹。啊！我真是就是要转去找阿妈，好好甲伊讲，也毋过我惊伊看到我会搁较生气。张文琪，你当时变甲遮尔无胆，有话就讲，想要爱就勇敢争取，这才是我上欣赏的张文琪啊！也毋过拄则听起来，你敢若惊东惊西，搁伫替家己找借口。你即马是伫咧骂我心？你看，就是这。你即马是咧骂我心，袂爽就讲出来，这是我上欣赏的你。哎哟，阿嬷无遮尔无明理，也毋过你也是爱先甲阿嬷开嘴好好讲，互伊愿意听你的心声，安尼才有好好的机会，敢毋是？我搁想看觅，多谢。请你来。董事长，你放心，我会赶紧处理你甲陈文琪小姐申请终止收养的代志。安尼就麻烦你了。刘总监，爸，你找我。这是上新的人事命令，民方当日越南处理扩厂的代志，你陪去遐甲伊斗3工。公司未来嘛需要高级主管长期伫遐上班，你就去负责迄份工作啦。这敢只是为了公司好，敢无一点仔个人的私心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才拄叫律师去处理文琪的终止收养，就马上派我去越南。这毋是真明显要甲阮分开，就算是又安怎？你身为兴华主管，本来就有义务接受公司的调派，还是讲，恁声声句句讲的感情，袂堪一点仔距离的考验？爸，你敢袂当卖摕公司的代志来拗我？咱就袂当好好讲心？是要讲啥？你甲我听好，只要你也是我张家成的后生，你甲陈文琪就只会当是兄妹。或者是两个亲份人，无其他选择啊，知影无？爸，你知影无？有时阵我真是感觉做你的后生足忝的。若是会用，我嘛甘愿卖姓张。张友莲。像啊，是文琪小姐啦。阿妈，阿妈，我听文玲讲，你这几工腰无啥爽快，我昨工去买乐福店，要来互你用啦。唔免啦，我若想啥白听，拢嘛是因为恁。我买什么热敷垫啦？哦，热敷垫哦，我知，这足有效的呢嘛，这对你身体真好哦。哦，日本做的呢，吼，阿妈，我先替你摕去房间放啦，吼。你坐一下。阿兰，阿妈，我知影我甲友莲的代志，
凡说你即马无法度接受，比方讲阮真是想要做伙，阮两个是真心相爱。好啊啦，你莫甲我讲恁两个有爱还是无爱啦。虽然讲恁无血缘的关系，也毋过我认为恁两个是兄妹啊。当初你嘛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分手的，敢毋是？即摆为啥会改变想法呢？就算你无认同阮张家，你无甲我甲你阿姊对你的爱藏在心肝内，啊有莲呢哈？有莲是张家的大囝呢，你敢要因为恁的代志，互伊甲厝内人拢拍歹感情啊？阿嬷，你若甲我当做阿嬷，你听我的话好无？你离开有莲好无？啊无我甲你跪好无啦？阿嬷，你莫安尼啦！哎呀，你莫毁掉这个家好无？哎呀！阿嬷，我从来都无想过要毁掉这个家，因为我知影有莲为着这个家嘛付出真侪精神。也毋过，除了认定有莲是张家的大囝，是幸福的接班人以外，这个家到底阁有啥真心要紧伊的感受？我会记得细汉时，有一届有莲生日。大家拢真欢喜，想要替伊庆祝。杨哥煞发现伊偷偷秘伫房间内底哭。我问伊是安怎，伊甲我讲伊是有妈妈，也毋过伊毋敢讲出来，因为伊惊阿姐甲有缘嘛会艰苦。一直以来，有莲伫你的面头前表现了真坚强，也毋过恁有啥想过，伊其实嘛有脆弱的时阵。迄天暗时，伊伫我边仔哭到困去，我着陪伊。拄亲像有一摆，伊陪我发规夜共款。伫遐需要人陪伴的日子，到再阮阁有对方。阿嬷，是嘞，毋管你安怎反对。我拢袂离开有莲，有莲嘛袂离开我，因为我已经讲好啊，伫个未来的日子，我袂当阁失去对方啊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先检查火顶敢有正常，今日好，哎，然后再甲水排出来。哦，安尼吼，安尼火顶内底才袂温度伤悬。哎哟，哦，经理，经理，哇，甘师傅啊，你今日哪会来办公室啊？恁在讲啥？我咧甲恁家讲拜过天机维修火顶爱注意的代志。对啊，有少一物件毋捌，我想讲甲前辈请教一下。哦，安尼恁讲。拄则讲到火顶运作吼，上惊就是伊的压力伤大。对。然后调节阀甲安全阀的检查，拄则已经讲过啊。即马咱来看线路。哦，好。讲线检查若发现有碰起来，一般是因为内底水深伤细。
啊，水深受济安怎？爆炸？卡厝讲啊，太条咧，就会伤小侵蚀。卡厝伤小侵蚀，安尼讲就会闭唇，有闭唇就会漏水，安尼火顶的水位会降低。然后火顶内底的压力会变悬，然后就会爆炸。另外，咱用的是现火是火顶，咱用的是天然气的燃料。卡出天然气流出来，嘛会产生爆炸的危险。所以火顶定期的维修甲保养就最重要，是无？当然啦，所以公司才安排定期维修啊。大概安排定期维修，工厂都要停机1礼拜。无咱去火顶迄边好啦，哪看我哪解说，安尼你会较了解。好，多谢甘师傅。经理，歹势，我甲甘师傅去火顶遐看者。好，紧去。喂，高董，我夜光看啦，敢明见面？下场人，你真无够意思呢！找我出来约会，结果结一颗面，是安怎？拄做伙你就先啊？歹势，我是在想阮爸下晡甲我讲的代志。安怎？也是甲你为难哦？伊要甲我调去越南，讲较好听的是爱我处理扩厂的代志，也毋过谁拢约会着，伊是要甲咱分开。其实我今仔日有去找阿嬷，结果呢？无啥顺利啊，看来咱可能爱长期抗战啊。唉，不要紧，你就去越南吗？安尼你要安怎？我要安怎？你去倒位，我就跟你去倒位。无安尼好啊？我先替你家厝啊、车一切拢用好了，到时阵你赶皮箱来就好。而且我南偏宁远，啊，一个阿妈想要甲咱分开就困难啊。你的头路要安怎？你毋是讲分享找你转去？煞去啦！我看我就甲文玲同款，做一个家庭主妇就好。安尼伤委屈你啊！免奈委屈。你负责趁钱，我负责开钱，安怎什么是你较吃亏啊？文琪，咱去公证啦。只要结婚，一切就袂当改变啦。到时阵，不管是啥，安怎反对拢无效，你感觉咧？你真是真无诚意呢！求婚仪是无就煞煞去，连手指也无就要我嫁互你，无甲我敢若真无行情共款。安尼好，咱即马就去买手指，然后去顶界看风景的所在，我正式甲你求婚，行。我咧甲你讲生笑啦！也毋过我无咧讲生笑。陈文琪，你敢愿意嫁互我？我愿意。高大，你甲你的计划讲了较详细咧。对拜5开始，兴华工厂停机维修火顶1礼拜。我拍算你去破坏工线，制造爆炸。都已
已经停机啊，火顶内底也无压力，要安怎互伊爆炸？毋是互火顶爆炸，我是要制作天然气爆炸。天气24点钟了，才有厂商入去维修，我着趁这时阵入去破坏管线，互内底天然气漏到一个程度了，伊就会爆炸。我估计差不多6点钟。也毋过，你安尼做敢会出人命？工厂停工，厂商还袂入去，我着紧甲代志做好，紧出来，袂出人命啦。若是爆炸哦，兴华工厂哦，上少停工3个月，设备订单损失几落亿的，连名声拢会拍歹去，安尼才会当甲因捂好倒啊。比你做迄什么污水排放搁较有效率，好无？啊，咱这礼拜五想讲听会？是。安尼好，若是伫咧开工听会的时阵，兴华工厂拄好爆炸，我着用带遐个地主甲民众去现场抗议，直接互兴华压力。安尼超好诶，高档到时阵哦，加找一寡记者，咱甲代志闹大，兴华做不落去，就小小袂利啊。若是安尼，就足好诶。等下只就交互恁处理，我去外口看下。好，无问题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恁若又搁走来啦？安尼常常互同事看到，无啥好。谁叫你拢无爱转去？我若无来找你，要安怎甲你讲？林杰，我有心已经是事实啊，咱必须爱去面对。你伫刀片无爱甲我见面，问题也是无解决啊。是的，我无想要听到实的，你若真是无想要伫这个囡仔，伊会直接讲，咱会离婚。其实，互我惊的，毋那是因为这个囡仔。什么意思？我细汉的时阵，阮爸妈离婚，我甲阮妈搬去国外。对迄天开始，我就过17年，敢若噩梦生活。一开始，阮妈只是甲因冤家。到尾啊，因会动手拍阮妈，后来拍袂到开，就开始拍我。安尼，恁妈都无甲伊做治疗保护你哦？一开始会啊，伊会三更半暝带我逃走，然后搁找另外一个查甫人，就安尼一届搁一届。后来，阮妈开始啉酒，就无要走。伊逐工用酒精麻痹家己，最后安怎？最后，伊嘛开始拍我，而且拍甲比遐个查甫人搁较凶。我常常怀疑，
我敢会只是阮妈人生失败摕来出去的对象？所以你就走出去，甲雷公迄群人做伙过生活。拄开始对雷公的时阵，我了准我自由啊，也毋过后来发现，原来根本毋是我想的安尼。所以我嘛开始啉酒，而且为着抢地盘，我嘛会动手拍人。也毋过大概动手了后，我就会足后悔。我足惊的，我这身体。内底敢会有阮妈爱动手的基因？我足惊，我一直想要闪避迄个魔鬼，是毋是就住伫我的身躯内？即摆你知影，我无可能是一个好爸爸。我的囡仔袂幸福，嘛袂快乐。林哥，请你来。总监，市议会寄一张公文来，伊讲拜五爱参加公听会。哦，我有查过，参加开发案的几间公司，背后的头家拢是同一个人，而且这个人甲刑法有关系。是啥？郭彩薇。有然，开发案当咧全力推动，我感觉郭彩薇阁会动一寡骹手，你家己爱较细腻咧。这个开发案应该甲咱无啥物关系，咱免派人参加哈。无要紧，先放我遮，我有闲会去看。哦好。阿嬷叫你落去食饭。我袂晓恁先食。哦。你袂晓，巴肚内底迄个嘛爱食啊。结果你敢有甲工人家讨论过啊？囡仔要安怎？我即马总算知影，是安怎人家知我有心的时阵，遮尔烦恼。是安怎？伊甲因妈过了无好，伊的后姐甲因妈拢会甲伊拍，甲伊苦毒。啊！甲伊逼甲一个人10几岁的时阵，就会走出来生活。这个伤害对伊来讲真正伤大。伊讲伊无法度做一个好爸爸。原来是安尼哦！我进前阁一直叫师弟阁活过了足好的，是家己学歹尔。安尼恁拍算要安怎？敢要甲囡仔生落来？我嘛毋知影。我想要治这个囡仔，
无想要失去人格。冠华哪会甲伊做伙？等你好消息咯。你放心，代志我一定会处理好。你创啥？你想要破坏公煞？医生讲是脑出血，即马做紧急手术。死甲去弄着，还是强拍啊？我放掠对你嘛无好处，有可能会连累着你呢。是你家己讲，你不爱做张家的狗，你反背张家，跟我无关系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毛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门前，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